咁踏入父親節啦，所謂父愛如山啦，咁男士咧喺家庭裏邊咧都肩負嘅好重嘅責任嘅。咁去到中年男士咧，好多時佢哋嘅身體狀況咧就會出現一啲因為年紀大咗啦、體力疲勞啦，加上工作壓力啦、工作焦慮啦，或者係應酬多、煙酒多嘅情況啦，就會出現糖尿病、脂肪肝、高血壓等等嘅情況。咁再加上咧，佢哋盲目進補或者唔適當食一啲所謂嘅保健品啦，亦都會造成一個陽火過盛嘅情況。加上男士們咧飲水不足或者湯水唔夠啦，就會造成實火過盛、陰津虧耗嘅情況，出現肝腎陰虛。佢哋會常見口腔潰瘍、口乾口苦、腰膝酸軟、瞓得唔好，或者係一啲前列腺嘅問題。所以咧，中年男士喺夏天嘅調養核心咧，就係不傷陽氣，重在修復。咁喺夏天嚟講咧，男士咧就要注意咧，唔好捱夜啦，唔好飲凍嘢，唔好飲酒啦，因為酒濕咧容易困傷我哋脾腎嘅陽氣，令到我哋腰膝酸軟嘅情況咧更加嚴重嘅。另外咧，都鼓勵大家晨起嘅時候咧，可以去散步20分鐘，唔好成日困喺冷氣房，都會咧幫助我哋疏通我哋身體嘅氣機嘅。咁第三方面咧，就要多飲啲水，亦都唔好飲咁多凍嘢，因為咧如果唔飲水唔夠咧，夏天出汗多咧，亦都會造成好多前列腺嘅問題嘅。咁喺男士喺夏天嘅養生原則咧，就要做到清補不寒、補腎去濕嘅原則。咁呢度咧都推薦翻一個湯水咧，適合夏天男士飲用嘅，叫做元氣去濕鯽魚湯。咁材料有北芪、茯苓、慈實、淮山同陳皮嘅。咁呢個湯水咧可以幫助健脾祛濕啦，改善困倦無力嘅狀態啦。適合啲長期濕重啊、成日無精打采嘅爸爸飲就啱噶啦。咁另外咧都推薦多款代茶俾爸爸嘅，材料有桑葚、杞子、石斛。咁呢個代茶咧有滋補肝腎陰、提神抗疲勞嘅作用，適合一啲經常捱更抵夜啦、長期坐辦公室捱夜嘅爸爸就啱噶啦。另外穴位嘅保健咧，我哋推薦關魚、腎魚、足三里同太溪。咁我哋每日按壓5到10分鐘咧，都可以幫助補腎提神嘅。咁另外咧，都鼓勵爸爸們咧，可以咧每日浸完腳之後咧，可以擦我哋嘅湧泉穴，都可以幫腎固本培元嘅。